大家好，我係 Candice 啊。咁今日咧喺呢條影片入邊咧，我係想幫你拆解一個常見嘅問題。你明明咧已經好努力咁樣照顧自己，做冥想、調整能量，但係點解狀態都係未穩定呢？咁原因其實好簡單，大部分嘅人都會忽略你嘅能量咧，可能係一直都被錯誤咁樣使用，或者係洩漏。咁三種最常見嘅能量洩漏，咁我同大家分析一下。第一種就係過度照顧別人嘅感受，你習慣咗先安撫咗別人，或者係就咗人先，所以其實一直都冇好好咁問自己，我係咪仲係頂得住呢？長期落嚟，你嘅能量就係不停咁樣向外流啦。第二種就係腦袋長期運作，即使休息咗，腦袋都係不停咁樣喺度諗緊計劃啦、分析啦、檢討啦。呢一種思緒嘅耗能咧，係會讓你咧，即使坐喺度嘅話咧，你都可能係繼續用緊力嘅。第三種，用力撐住狀態，明明都已經好攰咯，咁但係仍然都同自己講，再撐一下就得啦，再忍下啦。咁能量咧，只會咧被消耗，而唔會返到去你身上。咁我而家要重點提醒你，如果你只係識努力，但係唔識將能量收返嚟，咁無論你做咩療癒或者咩冥想，都只係短期有效一陣，跟住又會返去原本自己嘅能量亂嘅狀態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咧要作出一個修正嘅順序先得。想真係要穩定，必須有一個正確嘅順序。第一步就係要停止能量輸出，暫停對外界嘅回應啦，暫停對自己嘅苛求，先將能量返到自己嘅身上。第二步，返去身體度去感受一下，咁就係要先將雙腳踩住地面，感受一下自己嘅重量，然之後深呼吸，連接住身體自己本身，呢啲就係能量嚟㗎喇。如果你可以連接到身體，咁就係代表你已經將能量回收。第三步，容許空白，唔好追求即刻變好，空白本身就係一個修復同埋重組嘅時間。呢一個順序係非常關鍵，好多人明明知道要調整，但係卻順序就錯咗啦，狀態永遠都係上唔返嚟。咁而家我哋可以即刻用一啲練習，咁你可以跟我一齊做嘅。咁先揾一個舒適同埋安全嘅位置坐低，雙腳踩住喺地面，深呼吸一口氣，然後心入邊講：我而家身體停止向外用力，然後喺心入邊講：我而家停止向外用力，然後慢慢呼氣，心入邊講：我允許能量回到我嘅身上。只需要呢三個步驟咁簡單，咁你呢就可以開始將能量回收啦。呢一個係所有療癒同埋能量工具嘅基礎，大家一定要記住。當你學識點樣去穩定自己，你之後再接觸到任何嘅能量工具，無論係閃靈鑽、靈氣、水晶或者斑彩，佢哋都會成為你嘅支援，而唔係你嘅消耗。咁如果大家今日覺得有收穫嘅話，請留言星星俾我啊！我會挑選一啲留言，並且喺下一條影片教你點樣可以安全咁樣運用靈氣同埋水晶。
同埋班彩同埋閃靈鑽啦。多謝大家。如果大家都鍾意我嘅頻道嘅話，請你哋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多謝，拜拜。